根據網上內地好多民眾拍攝咧嘅影片，會發現而家咧中國內地嘅治安係完全失控噶。有跡象顯示，佢哋竟然咧係向緊80、90年代嘅中國大陸係進發，即係話咧喺大街亦都會咧夠膽係明目張膽咧係搶嘢，搶電話啦、銀包啦、其他貴重財物啦。以前真係好恐怖噶，以前翻大陸點解好多人都唔會想翻？就係呢個原因，因為咧真係四周圍都係賊噶。你帶住隻錶坐火車，可能會俾人咧一手搶咗去。喺個月台嗰邊當架火車係停低嗰陣時，所以咧翻大陸咧慘過打仗嘅當年。後來越嚟越有錢啦，治安咧就相對變得咧穩定。以前仲有好多省港旗兵落嚟香港做案噶。點解越嚟越少？就係因為內地就係越嚟越有錢啊嘛。所以中國大陸嘅死人共產黨就繼續同你講，我哋偉大啦，而家騰飛啦。其實個人民嘅貧窮就係共產黨咧搞出嚟噶。